然后我是酸呀，牛肉汤，营养苦了酸呀苦，酸呀苦，酸呀苦，酸呀苦啊，不能苦，不能苦酸苦，酸呀苦，酸呀苦，酸呀苦啊。この番組は双子星三冠王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す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台语自修室。大家都知道台南是一个美食之都，那我们今天呢就要用台南美食来玩一个台语的小游戏。然后现在呢，请我们的主持人来帮我们讲解游戏规则。接下来玩的游戏是疯狂台语萝卜蹲，规则是2人为一组，共分为2组，玩法与一般萝卜蹲相同。每个人的纸卡为台南在地食物，游戏全程需台语。若未能喊出或忘记自己代表的食物时，将会被替换原有的字卡。玩到全部字卡都换完为止，就结束游戏。让镜头看抽到什么，那就先从你开始。你抽到，没有你要讲了。凤塔，然后我抽到是芒果，收到的是五霸汤，哈密瓜。然后呢，现在就请主持人来帮我们解释。通常台语是泡腾，就是那种泡泡的泡泡腾。泡腾，然后我是酸呀，牛肉汤，没弄，没弄，没弄。然后我也是。然后呢，等一下我们就要泡腾，我记不起来了啊。没弄是最简单的，没弄是最简单的。没弄，对，好，那我们举例一下哦。假如是酸呀，然后我就要说酸呀苦，酸呀苦，酸呀苦了什么苦这样子。然后我们就每个人要加上一个动作。我们现在就开始游戏嘛。酸呀苦，酸呀苦，酸呀苦了牛肉汤苦。牛肉汤苦，牛肉汤苦，牛肉汤苦了，没弄苦，没让苦，没让苦要碰腾苦，碰腾碰苦，碰苦，碰苦要酸呀苦，酸呀苦，酸呀苦，酸呀苦了不能苦。针对，牛肉汤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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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酸呀苦，酸呀苦，酸呀苦，酸呀苦了牛肉汤苦。被抓到！好，现在第一轮呢，就是这一队，我们刚刚有讲分组吗？没有，好，有，就刚刚开始之前有分组，就是我跟这个黑色衣服的小姐一组，然后他们2个一组，然后刚刚呢，挑女，他呢这位同学就是他输了，所以他现在就是要把那张还回去，然后再抽一张， OK， 来，换一张新的，这样就不要抽很难哦。新的 OK， 他现在抽到林定，那林定改成这样，林定就是这样，林定就是这样，因为林定很小，林定就是这样，那就是从他开始，然后第2轮。营养苦，营养苦，营养苦了酸呀苦，酸呀苦，酸呀苦，酸呀苦啊，不能苦，不能苦要酸苦，酸呀苦，酸呀苦，酸呀苦啊，好，那我再抽一张，不要抽到胸更迷魂。干歪，干歪，干歪苦，干歪苦，干歪苦啊，你更苦。营养苦，营养苦，营养苦啊，没弄苦，没让苦，没让苦，没让苦啊，你苦。你苦，你苦，你苦了碰成苦，碰成苦，碰成苦，碰成苦了，是，换一个，来，重点是我还一直以为他是古巴克，然后疯掉了。OK。修个迷魂，好，那就修个迷魂开始。修个迷魂苦，修个迷魂苦，修个迷魂苦。要怎样？哎，你没有谁，没有谁啊！严重怀疑修个迷魂是想要输，然后换一张。OK。他说了，百香果。是给个，马上讲给2个。给两个，就有点给两个哎，人家鸡蛋糕哎。给个苦，是给个苦，是个料。干嘛苦？干嘛苦？干嘛苦？干嘛苦了？你更苦。你苦了，没。现在这个已经要完蛋了。我都忘记他叫什么了。哎，我们林定再重新换一张。酥挑，就是比较台南在地的讲法，酥挑。酥挑酒班，挑而已。酥挑，哦是就像酥挑，没有酒班，没有酒班哦，所以酥挑酒班就是薯条这样。没有酒班，就薯条。就酥挑。所以龙胆石斑就是薯条。好，那就从
苏翘开，苏翘裤，苏翘裤，苏翘裤啊，没弄裤。没让苦，没让苦，没让苦了班。马上 OK， 是什么？美给藤，美给给藤，美给藤，给藤苦，美给藤苦，美给藤苦了，苏翘苦。苏翘裤，苏翘裤，苏翘裤，苏翘裤啊，干嘛裤？干嘛哭？干嘛哭？干嘛哭？要谁给我苏翘？苏翘，苏翘裤，大魔王，谁一迷吗？对，谁一迷，我就看等下谁要 Q 我，我就看等下谁要 Q 我。台南的沈怡谁一迷？显仪显仪哦，显仪一迷，仪，显仪。显啊，我是影仪。好不好笑？哎，剪辑帮我剪掉。显一迷哭，显一迷哭，显一迷哭了，是个狗。是个个苦，是个个苦，是个个苦了，嫌疑一米。谁一米哭，谁一米哭，谁一米哭了，是个狗哭，是个狗。哎，上场。哎，我就知道，完全忘记他们两个字。当积分奖，我换了，你们是换了3次，我们真的换了3次。他们是换了5次。请